谢这位先生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，谢谢。辉哥，谢谢。除了谢谢，还是谢谢，因为你们的爱心，我会跟你们一起送到惠民盲校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再为大家演奏一曲，因为我看到有几位好朋友都来了，我还是有点小紧张。OK， 谢谢你们。